汉药同西药无扣用，农民希望要有适合台湾自家嘅分类，也个分类嘅标准应该很用难呢。为服普为到国民嘅康健，而立法来好好管理药草嘅时节，有看下台湾嘅实际情形冇？大部分人更加是西药多过汉药，一般人未怕唔讲精彩路去帮路顺嘅药草嘅来食到，等到会过去是偏药。草药政策嘅限制已经影响到产业嘅发展。像屏东县政府农业处正下被压年，5月12日，请唔简单同平科大合作，为台湾民成立种草药专区。农民受骗呢，为种嘅又买唔得么？只知道本地喺台湾都冇乜发展嘅，啲種作物韓國冇人敢種嘅。栽种优质的中草药，那你规范它不能贩卖，你等于是掐死它的生路了。本来对外开始的那个理念的话，已经说实在的，已经没有希望了啦。宋政客行业肉桂园的杜行，一家分田种喺台湾原生種嘅肉桂，佢同樹葉摘下來，連洗都冇洗，出雜色，洗走嘅拿嚟泡肉桂茶，出得料料香味，唔是加糖，主要甜味，較兩代人當然食嚟做嘅改善。因為我搬過來也有17年啦，吼，當時嗰時就種檳榔啦，因為種檳榔啊，也對那個社會哦，冇乜嘅具體嘅意義。啊，政府啊一定講啊，我哋冇食檳榔嘅，所以講我哋有個朋友呢，介紹我哋講啊嚟種一個肉桂。哎呀，完全是要有機栽培，它不能用化學肥料，所以說我們這邊下面都是這野生的蕨類，它有共生的作用。17年前，宋政客經常保留台灣原生種肉桂，種係500-600頭安多，冇想到等到有好收成，差唔多賣到哪去，又唔盼得做錢倒塌，最尾留下一半，其他貴種雷蒙同種得搶菜。6年前啊都有發覺這個問題，因為不能我有出去賣的話，都受到很多的限制。第一，它好要有食品的管制，各方面的管制，又不能上架，怎麼？所以我也產生很大的困擾，所以我就會輕重啊，如果開始我就慢慢嚟縮小我的經營。肉桂體系類管理，強用嘅連業體系類嘅係經營法。喝那個金銀花，我們現採的那個去泡，那很香，它是香味淡淡的花香。經營法也有料料嘅清甜，古時頭人嘅杜行。不時看得到捧嘅土菜花粉，往年喺台灣千座種經營化農民，佢3萬推廣，同屏東竹田也種有2公頃。我們投入這個金銀花的產業，大概12年。那一般農業的產業要形成，大致上都會要經過6年。那我們現在竹田鄉2崙村是一個很重要的產業。整個社區都投入金銀花這個產業，那1分地可以養活2個家庭。招聘項青島體系類分級規範，包含肉桂經營化一道，除咗摘下來就捨得咧，同做茶包以外，喺國賣洗澡複方成分總唔得超過10%，喺冇就會存在單一藥材，搶藥商場賣得，搶按有包裝，農民經過總唔得自家商用嚟賣。金銀花比較不像是平常補養劑，所以這一部分已經是藥性越來越強。為什麼我們歸第4類，已經跟我們所謂第1類山藥、枸杞、紅棗這些補養劑已經不一樣。所以我覺得金銀花裡面，如果剛剛所提到說台灣栽種可能品質更好，更沒有農藥，這個當然是一些優勢，但是也要考慮到它的藥性。藥食同源，就像是真正的一把鑰匙，把人民產業關在大門裡頭，讓它不得走出。舉個例，像我們現在販賣，如果藥食同源，如果不能販賣，網絡不能販賣，那我們這個產業可能會沒落。這個是叫做望江蘭，又叫羊角豆。
那么我们现在手机用很厉害啊，电脑使用率太高，蓝光啊伤到眼睛，那这个叫望江了。李泰峰係南台灣有名嘅藥草專家，本單正係屏東縣藥用植物生態產業學會，會員有幾廿千人，為咗強用藥用植物一名嘅，會帶來乜問題？最近改名做青草植物協會，因背考場提到，李泰峰指定作項百年嘅青草嘅，對楊國頭、藥渣、卓結面到何樹湖、台灣水鬼草一帶，佢講就微服配規天，農民要種一條做得，唔過做唔得青菜賣嘅。很多草藥，事實上民間常用，因為它是我們本土才有的草藥，民間在醫學沒有發達的時候都用來就是保養啊，樹劑保養，但是現在都不能用。那對我們推廣中草藥、在地草藥，幾乎是一種非常嚴重的打擊啊。我們不怕檢驗，你哪怕是檢驗到有機無毒，我們都不怕。產農就是這樣，我們自我要求嘛。然後再來，你制定一個劑量、安全劑量、使用的安全劑量就好了。哦，你管那麼多，你等於是把農民管在地上，你有必要嗎？也對國家也沒有利益啊。台灣菜地現有嘅藥草誒，其實幾廿百年來，各地只有各地嘅發展出來合適國人體質嘅東西。李泰峰認為，政府係講用法令強限制農民種入嘅做物嘅，揾咩多人見橋。比如講澎湖鳳梨草是限制使用，認真菜地民眾健康呢做基金。偏偏喺東方有藥草文化，中國、日本甚至東南亞點多乃都有一啲東西，重點不應該係禁止，係讓去教人用菜地嘅青草誒。那我們有跟地方政府提出這些，希望本土的中草藥，我們在推廣之中確實它有保留下來的價值。我們現在發現日本、東南亞很多國家，包括大陸，我們目前台灣建立了，他們反而可以在7-11一般街上可以買到那些飲料，那我們為何不可？就衛福部最近在講的這些情形，事實上之前也有這個擔憂啦。那我們就站在我們農業推廣的立場來說的話，事實上我們還從以前在前一任甚至前2任縣長的時候，其實我們就一直逐步在推，看看是不是有一些比較特殊的作物，具有經濟性的，那同時對環境又具有一些提升的效果的這些作物來我們屏東。屏東縣種一道檳榔，因多年來為了改變景觀，除咗一般農作物，地方政府每當出錢鼓勵農民種到提用作物。5月12日，將同屏科大合作，同萬萬鄉沿山公路順巷，同台糖票嘅23公頃嘅地，規劃屏東縣新策有機同中草藥禁止農業集團栽培區，想發展青草嘅。衛福部草案一公布，一到農民就開始重新評估，算來下繼續種麼？在新市有一個這個所謂的這個集團栽培區，那我們是以有機生產為目標。那雖然最後面這個部分，它當然只是一個小區塊，不過我們希望它具有這個示範跟帶動的作用，可以同時帶動周邊的一些田區來做所謂的衛星農場。我們預計在那個30公頃農業處的一個規劃專區裡面，我們會投入很多的人力。那這個卡在這個關卡裡面，我們可能會停滯，我們可能要停看聽。農業界建議，衛福部應該先簽訂規劃草案，就國人體質標準重新評估，不應該強請學者也少數團體參加審查。希望檢測政策出來嘅，將大型嘅農企業冇做財團賺得多錢，小農戶很困難生存。第一個是打擊產業嘛，生產的產業嘛。第二個就圖利一些特定的人士，進口商。我們現在的中草藥幾乎90%以上都是從國外進口，哦，那這就等同去圖利這些廠商，哦，那小農的話，你不能販賣，你只能賣給大盤商。那你一斤可能本來你小農零售販賣可能100塊，
那你大盘商可能会跟你收20块。这个规范里面希望说，我们是不是透过这5类的这种分类，还有这样的管理哈？我想我们其实不是只有针对一般农民，包括食品业者，他们在做，包括一些可能不是只有1、2个品项的组合以外，我们希望有一些管理规范。卫福部澄清，所有规范对大家都共用，不过鼓励农民总体2类品项，比如讲山药，按农体有效使用，药厂也有采体原料，按样对大家都好。不过，玉桂农宋正权认为，无听错卫福部的意思是想要好好管理，不过政策塞进限缩，农民想法未单纯，给做人限制太多的。將手改種批咧，電到許多台灣幾廿百年來都冇簡單將發展起來嘅採地搶錯車務產業。檳榔做嘛個會按盛行，它肯定都唔會表示講啊，以它都有經濟效益。基本上講啊，冇經濟效益的時候，又沒人又很多的問題的時候，你看食安問題各方面又很多的規定的時候，我哋有沒會受到我哋沒會講啊？還是到某樣的時間，我哋會受到很多法律上各方面的嘅，嗰種我哋會慢慢而然，我們會知難而退。唔像嗰度外國人，一定更加嘛佢相信中藥，佢相信長壽，做嘛？因為也係佢直接嘅東西。我哋台灣有嗰度好嘅，像中藥師啊、長壽師，也就佢好嘅師傅，一定數條行當有嗰度報。一對波一定更加做唔得做嘅話，也係老實傳嘅。政府應該做係輔導協助，按樣搶錯車務發展掌握正常，好好迄種唔是講為本人差。屏東縣農業處希望農委會同衛福部愛好好溝通，總共投入118項地度，一道食材同漢藥材係成貼到嘅。我舉最簡單的例子，一些苦瓜啊、絲瓜啊，其實它都是中藥材裡面，那可是我們每天都在吃啊。那到底可不可以再販售了哈？這個東西歸在我們農業範疇裡面的，其實上是，應該是都沒有問題。好，那如果說有一些比較特殊的作物，這個部分我們也希望說，我們跟農委會這邊，我們會建議說，看是不是趕快一些特作的部分，把它給它納進去。連大家耳熟能詳的四物湯，其實對於包括女性可能會有雌性激素的這種刺激作用，所以我們站在中藥師的立場，不要只有想到它便利和好的一面，只要是藥，其實既然會有作用，很可能這些作用不完全是都是我們想見的有利。衛福部認為，個人好用藥草保健唔係壞事，不過也提醒，使用藥草主要加生物發現，民眾沒有考慮到佢也有副作用。中搶錯一到年當地嘅聯絡，係講政策方向冇改變，佢也都要不出來表示意見。我們這幾年發現，事實上使用中草藥並沒有中毒這些跡象，已經大概有幾十年了。我們在做田野調查，似乎老百姓都知道哪些中草藥是不能出的，他應該會衡量。我們7月份就在萬里有一場很大型的一個串聯大會，我們陸續都有在這邊舉辦過，這些產農，來自台灣全省花蓮啦、台東啦、宜蘭啦，來到這邊已經有經過2次的研討了，因為這些政策很不合時宜，很不合產農的發展，尤其是都是圖利這些一些貿易商、財團。農委會輔導發展體育作物，發揚藥草文化，也冇乜嘅唔好。衛福部考慮到大家抗權，將立法管理漢藥材也有啲道理。是講農業發展要有適當嘅立法，要先去真正了解採地藥草文化係樣嘅發展起來無孬。係講冇極端嘅立法，有可能談困難農業嘅意見冇。